音乐它不只是大家听到的东西。现在大家听音乐的样式非常多的，非常多。就像我的音乐在风潮，然后风潮现在也很细的分很多音乐了。那音乐有心灵音乐、打坐的音乐、爵士音乐，什么音乐都有。对，而我的部落呢，我刚才讲到我的部落也有很多的祭典，然后每一个祭典，尤其是我们的小米感恩祭，它就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。猴祭，我们芒阿耀，我们的所谓的感恩狩猎祭，然后一直妇女除草祭、播种祭，然后收割，好婴儿结婚都有，我们都有他的歌。对啊，其实还有更细的啦，家族的祭祀麻大，我们还有这些经文，去分享分食给祖先的。对啊，这些就是一种记录。对，这是重点的东西，所以特别去强调，所以部落会去我在我的资本部落会特别去强调这些事情，然后会特别为这些事情去创造了一些为了这个纪念这件事情的歌谣，所以只能在那个时候去分享。会不会太多话？来听唱歌了哦，可以哈。对，所以几乎我在想，应该原住民都是一样吧，各族原住民，世界各国的原住民其实都一样。那些歌都有在纪念的，祭典的歌不是创造出来，它是生活出来的。对，它是有一些事件发生，所以去做。当然，尤其是资本部落，它是以小米这个植物，我们讲阿巴比亚，就是种子，小米的种子开始。所以它一种小米的时候，它小米一播种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祭典活动就要跟着它一起成长。对，播种之前，我们会请部落的，像我们少年猴祭、达古法古饭，他们是第一个祭典，他们一定要做这个祭典才能举行卸下线。达古法古饭的少年的芒阿扬阿耀，因为这个祭典没做的时候，后面的祭典都不能做了。就像小米的种子没有播种在土地里面，你哪来的除草？你哪来的收割？没有。所以达古法古饭这个芒阿扬阿耀他们的祭典是很重要的，他们就像小米的种子一样，像阿巴比亚一样。对，所以在祭之前呢，我们在种小米之前呢，现在已经开始在种了。之前就会举行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狩猎祭，然后部落的男孩子会到野外寻自己的传统领域，冬天没有什么农作物，然后顺便去借别人的人头。最主要还是需要他的灵魂，不是他的人头，是他的灵魂。老人家说有这么一个传说啦，那个种子是跟灵魂是很好的。对，只要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牺牲跟感谢，跟这个小米种子在一起，隔一年的播种绝对会是顺利的。他希望这个主灵屋里面这样的一个小米，它有人的生命在里面，会有人的生命在里面，然后让这样的一个小米可以去长得更茁壮，更有生命力，所以我们才不会浪费这样。所以小米一长出来的一播种就是妇女开始烧根啊、除草啊什么就开始了，为了小米而忙碌，然后播种啊，到后面收割男孩子一起来收，所以这样的过程是有意识的，它不是没有意义的，就是跟着小米一起来长大，一起来做这样的意思。对了，这是我自己解释啊，也跟着常年这样下来，从10几岁一直到现在20-30年了，跟着部落的祭司或者跟部落的长辈一起做这样的仪式，已经做了很多次了，像几百次这样的。所以从经文里面，从自己的问老人家的里面，他们的解释的经文就是这样。而且部落有一群人在去做经文的解释跟整理，所以我们的文化离不开这个土地，我们的音乐离不开这个土地，原住民离不开这个土地的关系。我们需要土地，我们不怕穷，我们不怕苦，但是我们最怕失去这块土地。对，因为土地可以养活我们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所以我们没有钱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能没有这块土地。
我们不要拿补助没有关系，但是请还给我们土地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重点。所以很多的语言、族语跟音乐跟我们的生活习惯离不开我们的溪、我们的河、我们的山、我们的鸟、人、水、火都离不开。每一个部落都有每一个部落的规范跟范围跟界限在，我们彼此互相的尊敬跟彼此互相的欣赏，彼此互相的支持。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样，到这里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认识我，然后让这块土地有更多更美丽的人存在，或者是彼此互相吧。我觉得有更多的爱存在，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很像今天资本国小的学生。